你以為你睇到嘅就係真相？你以為你知道就係事實？錯啦！你睇到嘅只係世界想你睇見嘅面具啊！Hi，我係書豪，歡迎你收聽8分鐘一本書。如果你想了解點樣睇穿假象，識破世界運作嘅底層邏輯，咁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順便撳埋個鐘仔，唔好錯過每一集精彩嘅內容啊！今集要介紹俾大家嘅書名《底層邏輯：看清這個世界的底牌》，作者係劉潤。你有冇試過呢？明明兩個人睇同一件事，得出完全唔同嘅結論啊！一個就話係真，另一個就話係假嘅。一個話佢係好人嚟㗎，而另一個就話佢奸到出汁。點解會咁嘅呢？而答案呢，就隱藏喺呢本底層邏輯入邊啊！作者話：我哋好多人都只係睇表面，只係睇咗啲現象，但就冇諗清楚背後嘅邏輯啊！就好似你見到個人日日返工遲到，你可能覺得佢好懶散喎，但係其實佢係因為要照顧病咗嘅屋企人啊，搞到自己冇覺好瞓，咁你嘅判斷就錯咗啦。而底層嘅邏輯呢，就係現象背後嘅規律啊，加上背景嘅變數，仲有人性嘅心理。我哋一齊睇下心理學點樣解釋我哋睇錯呢？你知唔知呢？人嘅大腦為咗慳翻啲電啊，會用一個叫做認知偏誤嚟到好快去做一個判斷嘅。例如你一早心入邊已經覺得阿強係一個衰人嚟嘅，咁你每一次見到佢做咗一啲唔啱你心水嘅嘢，跟住你就會話：睇下，我都話佢唔係好人嚟㗎啦。但其實佢可能做咗10件好事啊，只係你冇留意啫。你睇到嘅唔係事實，而只係你想睇到嘅事實。有一次，一個農夫見到隔離村啲雞無啦啦全部死晒，跟住佢就話：一定係對面派人落毒啦。結果成條村都好緊張啊，喺度鬧爆對面條村。但最後佢哋發現係因為佢哋新買嘅雞糧裏邊有毒素啊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你所見到嘅現象呢，唔代表真相嚟嘅。你嘅經驗可能係誤導你嘅陷阱嚟嘅。作者話要睇清楚一件事，唔可以只係靠直覺嘅，你必須要問自己4個問題啊。第一，呢個現象係咪有重複性先？第二，佢背後嘅誘因係啲咩呢？第三，有冇其他可能性嘅解釋啊？第四，呢個環境有冇變化，令到你嘅判斷有偏差呢？例如你老細突然之間話你做嘢做得唔好喎，跟住你即刻嬲爆啦，覺得佢根本就係針對你。但如果你退一步諗，佢最近壓力爆煲，公司又遇到危機，咁你會唔會理解多咗啲呢？會唔會唔好咁快用情緒去判斷呢？我哋成日將人哋做錯嘢都歸因於人格嘅問題嘅，但係對自己就話我情有可原㗎。呢個心理盲點，呢個雙重標準會令我哋睇錯咗其他人㗎。最後送幾句金句俾大家：真相唔喺表面嘅，而喺背後嘅邏輯啊。現象可能會呃你，經驗可能會迷惑你。要用底層嘅邏輯加埋理性嘅思考，先至可以睇清楚呢個世界嘅底牌㗎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基本上你已經學識咗用底層邏輯睇世界啦，唔再做一個俾表面現象玩弄嘅人啦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幫到你嘅，拜託你幫手撳個 like， 順便 subscribe 埋8分鐘一本書呢個頻道，留言話我知你最中意書入邊邊一句金句啊，或者你遇過乜嘢表象呃人呢一類嘅經歷呢？多謝你收聽8分鐘一本書，我係書豪。記住，知識就係將我以為變成我知道啊。底層邏輯就係你喺混亂世界入邊嘅地圖啊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